大家平安。马拉西王伊的老爸是希西家，希西家伫南国伊做王的时是一个真敬虔的一个王。马拉西伊伫南国做王，是伫南国上界糟糕的一个王。老爸是一个敬虔的王，这个囝儿竟然是上界弱的一个王。安尼伫遮咱会当看见。信仰无法度自然来传承。老爸信仰介好，你囡仔去信仰介好，无拄拄你的囝就有信仰。安尼就是咧讲起信仰，咱有责任需要来指导咱的细囝，常常替因祈祷，来带因行伫属上帝的道路。有可能你的囝无要听你的话，总是袂要紧。你若有尽本分，得时不得时。分享上帝的疼，也是做见证的时，你阁家己替伊祈祷，当然伫适当的时间，上帝就会引带因来到伫主你的面前。圣经第1节讲，马拉西继位的时12岁，伊做王55年，伫南国是伊做王上介久的，但是圣经讲伊是一个最歹的一个王，上歹的一个王。伊做王的时，有可能含因老爸的时阵，有做伙伫迄个所在来执政。伊老爸是一个敬虔的一个王，是安怎伫甲因老爸三角做伙？虽然时间无足长，但是这段时间，伊竟然无学着伊的老爸敬虔的信仰。第2节讲，伊惊上帝，看做歹的事，恶外邦人，恶外邦人所行可恶的事。就是耶和华伫以色列的面前所提出赶出的。过去伊的老爸开始做王的时，伊的阿祖，也是讲伊的阿公，迄个时阵有拜迄个巴力，也是阿舍啦，伫遐起祭坛，伫足济山头有祭坛，伫迄个所在，互人伫遐拜巴力。当伊的老爸希西家做王的时，圣经讲，伊就甲遐所有的山头的遐迄个祭坛，拢甲伊毁掉，重新起造耶和华上帝的圣殿，然后带以色列百姓敬拜上帝。第3节第2节讲，当马拉西做王的时，伊就搁一摆将遐个巴力的祭坛，因老爸所毁坏的，搁重新伫迄个所在来甲伊起起来，搁做阿斯塔洛。换一句话，就是搁伫遐采足济的插头红仔。搁敬拜遐个巴力所起的坛，搁敬拜天顶的万象来服侍伊。日月星神，这是亚述国因所拜的偶像。伫迦南地，迦南地毋是一个民族，迦南地有侪的民族，因有阿玛力人，也是阿摩利人，甚至搁有赫人，也是非利士人。换一句话讲，遐有真济无共款的民族，所以因共款信仰的人，结做伙的时，徛起伫迄个迦南地所在，伫遐称作迦南地。遐所有的民族，伊拢是拜偶像，因有无共款的偶像，包括迄个亚述国。亚述国虽然毋是伫迦南地的所在，总是咱看见迄个马拉西王，真正是真恶毒。竟然，迦南地所有的神明，伊拢去拜以外，伊阁引进亚述国遐日月星神来拜，甚至伫耶和华的圣殿起坛。第4节安尼讲，伊讲耶和华上帝捌甲大卫安尼讲，这个圣殿我的名要永远徛起伫这个耶路撒冷的所在。当时上帝有甲大卫讲，你去这个圣殿。也是所罗门王伫即个殿要永远来纪念我的名。总是咱看见即个马拉西王，伊毋但无要紧，伫甲圣殿保持圣洁，伊搁伫迄个所在雕刻偶像，甲偶像拢带到伫圣殿的中间。上帝搁甲大卫当时安尼提醒讲：你的囝甲所罗门王。恁若伫即个圣殿的中间，就是我以色列的上帝的支派中间所敬的。恁拢伫遮来敬拜上帝的时，我
伫即个圣殿，就要永远伫即个互你敬拜。因为我要紧的是以色列人，恁爱照摩西所传的一切的法度、律例、礼仪，恁若好好来守这的律法，就袂遗煞。换一句话讲，即块土地是我所应允的土地，是老年老密要赏赐恁平安丰盛的一个好的土地。恁若接受摩西所讲的律例、礼仪，安尼我就要互恁永远伫即个所在徛起，袂甲恁，袂互恁灭国，会互恁永远徛起伫即个所在。总是咱看见玛拿西无，伊甚至甲遐个偶像带到伫上帝殿的内底，伊遐个日月星辰、遐个万象，也藏伫迄个圣殿的内面。因伫上帝的圣殿的祭坛，就是亲像咱遮个讲台顶，伫即个祭坛的中间，因伫遮敬拜日月星辰，甚至伫王宫的厝顶的中间，因也伫遮咧敬拜天顶的日月星辰。毋若干那安尼若定，因也搁伫迄个便希伦的山谷，伫迄个所在，互伊的囝儿过经火，就是甲伊的细囝ฮ็伫迄个火中，伫遐拜摩洛，搁看潮头，用法术，迄个潮头就是迄个占卜，做扣，搁跳，搁用着迄个跳动。换一句话讲，毋若用法术，搁用邪术，搁请西公行做耶和华所看派的事。请西公就是咧交鬼啊！所以咱看见伊八卦、法术、邪术、跳动，搁甲交鬼，这个事拢伫因一切的迄个南国犹大国的中间，伫遐咧敬拜上帝，上帝就非常的生气。当伊互伊的囝伫迄个所在经火的时，利未记伊安尼讲，毋通互你的囝儿对火中过去献互摩洛，因为你甲你的囝献互摩洛的时，你已经亵渎上帝耶和华。其实伊甲偶像带到伫上帝的殿，伫迄个所在藏伫上帝的殿，起造祭坛、外邦的祭坛敬拜偶像的时，伊已经是咧亵渎上帝。所以咱看见16节讲玛拿西互犹大人犯罪，行耶和华看做歹的事。尾第2节，搁留济人无罪的人的血，就无辜的人的血，对即角到迄角。当然，伊连伊家己的囝拢无要烧，伊都听袂落啊，拢甲献落火里，甲等落火里，连家己的囝都听袂落，遐个无辜的人，伊敢真正听会落？当然就流济无辜的人的血伫迄个所在。所以耶和华12节，上帝安尼讲：看，我要降灾的，伫耶路撒冷甲犹大，互一切听见，伊两个耳孔拢会潮起来。换一句话讲，因为恁无听耶和华的话，恁无照耶稣，无守律例，无照上帝耶和华的教示来行，照摩西所守的律法来行的时，灾厄要临到恁。当恁听到这个灾厄来的时，恁拢会皮皮喘；恁耳孔听到的时，恁拢会皮皮喘。玛拿西就是安尼，伊迷惑犹大人伫耶路撒冷徛起的所在，因为伊起足侪祭坛，所以耶路撒冷迄个犹大地的每一个百姓，因就真正足自然的，就伫迄个所在敬拜偶像。伊伫遮讲，伊迷惑犹大甲耶路撒冷徛起的百姓，原本徛起伫遐的百姓，因就已经有咧拜啊啦。假使亲像希西家伫迄个所在，甲伊写的坛拢毁掉的时，安尼因会较收敛。总是玛拿西伊阁加起足侪祭坛，甚至伫圣殿的中间阁起偶像的祭坛。当然，因拜的会阁较严重，做的歹会阁较济。所以圣经伫上尾仔怎讲？尾仔第2节讲，因行歹比耶和华伫以色列人的面前所灭的列国阁较上重。玛拿西带以色列百姓犯罪的，比当初伫迦南地遐外邦拜偶像的人所犯的罪会阁较上重。所以耶和华就吩咐玛拿西甲伊的百姓，伊找先知一摆一摆来劝勉伊。上帝毋是看因毋对，就是随甲因刑罚，伊是找先知一摆一摆伫遐甲因提醒，恁都要倒转来归向伫耶和华守伊的律例。
一摆一摆甲因提醒，因拢无要听。所以伫迄个最后，因真正无要听的时，上帝就用非常的方法来对付伊，就是透过亚述国遐个王甲军长来攻击伊，用交马拉西的片仔，佮用铜铁、铜链来绑伊，甲伊带到伫巴比伦的所在。咱知影亚述国遐个军事非常的勇，但是嘛是非常的残忍。残忍到怎样？当因进入到一个国家，伊去侵犯一个国家的时，因鞋仔摕起来，甲弹去空中的中间，用枪伫迄个所在插断啊刀，现安尼死。所以咱爱知影，上帝用非常歹的一个军队亚述国伫迄个所在，就来攻击马拉西，用交伊的片仔。伊即个人是安怎？伊敢无信仰吗？因老爸甲因老爸三甲做伙时，伊有信仰。是安怎？伊伫遐甲所有的偶像拢搁带到伫圣殿的中间，甚至伫四周围搁起足侪偶像的祭坛，互以色列人伫迄个所在来敬拜。咱想会到的，就是伊爱江山啦。伊为着伊的王位，伊无要得罪四周围遐个外邦的人，所以因所拜的偶像，因规个拢拜。伊要去，因真正实在是，伊真正是为着要爱伊的王位，伊接纳因来到伫迄个中间，所以伊甘愿得罪上帝，伊就是嘛是要拜遐个偶像。伊毋听时，上帝就找迄个上界歹的亚述王来到伫因的中间来攻击伊。伊爱尊贵，伊爱王位，伊爱高高在上，伊爱地位。总是上帝就用迄个真非常反差的方式，互伊比狗搁较不如，比猪搁较无不如。用迄个尖，迄个钩仔内底非常的尖的一个铁钩仔，对肩胛头即个锁骨甲伊勾起，甚至佮用片仔甲勾起，亲像比狗搁较不如，伫迄个所在拖到伫巴比伦的所在。是安怎上帝互伊的幸福来遮大？其实就是伊拜遐个偶像。上帝有当遐个约书亚因要进入迦南地时，上帝伫遐甲伊交代：当你进入到伫迦南地，毋是安尼去遐，就是咧享受。虽然我应允迄个地要互你，毋过到伫迄个所在的时，恁也阁爱去做征战。遐有真侪拜偶像的民族，你爱一国一国、一族一族去甲伊毁掉。阿拉族有阿拉族的王，阿玛力有阿玛力的王，赫人有赫人的王。伊迄个非利士人有非利士人的王。所以亲像咱今仔日遮的酋长，因有足侪的族伫迄个所在，所以每一个族你拢爱去甲伊毁掉。圣经甲伊讲，你一真爱消灭因，佮恁交战，全部拢爱灭掉。迄阵是上帝有交代约书亚进入到伫迦南地时，遐有罪的人，因是有罪的人。第二节讲，因是有罪的人，有罪的人毋是家己犯罪，伊也会影响你去犯罪。为着无爱影响你犯罪，所以你一定爱甲伊消灭。耶和华你的上帝将因已经交互你，你一定会赢。虽然恁的手骨无啥物军队，虽然恁无有啥物器械，总是我已经甲恁交代，我会帮助恁，恁一定会赢。较要紧的就是恁会完全甲伊消灭，毋通甲因立约，也毋通怜悯伊。申命记尾第二节讲，既若有喘气的，恁拢毋通留伊活命，因为即块地第一节、第二节讲，我已经赏赐互恁，我赏赐互恁，但是伫在地遐原住民，既若会喘气的，一尽拢消灭。这敢若甲咱所信的信仰无共款咯。这较是慈悲怜悯的上帝，较遐尔残忍，总是其实是上帝的慈爱甲怜悯。遐个犯罪折当，因本身就已经爱灭亡，最后的审判嘛是行到伫败坏，因无法度到伫天国的所在。总是恁是我所疼的百姓，恁毋通去污染去抹掉遐个垃圾。
这就是为虾米？我咧拄五上了后，我甲伫因兜的中间，我甲伊讲，恁兜练一寡，若无属主的，一点仔记号都拢毋通。包括我的字，若有迄种灵的迄个形象，我嘛是甲伊单掉。迄阵我咧帮衬遐个会友打来信主的拄五属的时，伫因的铁门的中间，拢有迄种龙的像，我嘛叫因来拄掉。有人讲，咱台湾的龙是皇帝迄种的尊贵的象征，甲圣经所咧讲的龙无共款。总是今仔日庙里若咧用即个龙，我都无爱用啊，因为迄个记号已经成做外邦的一个真要紧的记号。既然外邦咧用，我就要分别罪性，我都无爱用。所以既然伫咱来信耶稣的是，因兜所有无属伫主的，无论是遮个莲珠，也是迄个大悲咒，啥物货有诶无诶，甚至迄个咱的迄个农民历，我规个拢甲伊毁掉。因为我的会友真正有人去甲我讲牧师，即个所在我拢毋敢来。我逐摆若行来遐拢会错，遐一块倒来以外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但是你拖下天开的时，就是农民历伫迄个所在。你讲农民历，迄甲咱的每一工咱的季节拢有关系。总是迄内底有足济世俗的风俗伫迄个所在。徛伫我的立场，一点仔记号甲邪恶有关系，我都要甲摕掉。顶礼拜伫做礼拜中间，最后我有甲咱分享，教会毋是大经甲细经，重要是咱内底遮的人。伫咧做礼拜的人，看起来敢若你拢有来礼拜，但是你的心、你的服侍，若毋是真正敬畏上帝的时，黑暗的势力有哪会来呢？我讲即个咧有可能会较极端，但是这是事实。伫将近100年，厦门的中会发生一项代志，原来伫一间教会的中间，迄个教会一个做西装的兄弟，暗时咧困的时，一个声准甲叫，甲讲某长老啊，佮知影伊的名，声看袂到，某长老啊，你明仔载叫牧师甲会友拢来遮家庭礼拜。当伊无分别，袂晓分别即个声对对来的时，想讲上帝伫因教会做工，就真正叫牧师甲长老执事会友拢来因兜做家庭礼拜。吟诗祈祷拢无安怎，牧师开始敬迄个讲道的时，声就出来，开始指责在座的人。无长老啊，你无资格做长老，你的查某囝对人走，还未结婚就大巴肚，你无资格做长老，就安尼靠。逐个人拢讲甲足准哦。有的会友拢毋知影，知影的拢讲甲足准。逐工你明仔载过来遮家庭礼拜，指责别人，你安怎，你无资格做信徒。过来，逐工都是安尼，你无资格安怎。即个写伫家庭礼拜去以外，后来进入到伫教会内底，牧师开始讲道，连牧师就指责牧师，你无资格做牧师啦！你的囝教了无好势，信仰也无好，伫外口甲人安尼学迄歹，开始指责。逐礼拜都是拢安尼，这个代志就发生。有一届开中会的时，即个牧师就去教会。去中会，伫迄个所在提起伊的困扰。伫遐咧讲起的是，迄个声看袂到啊，但是逐礼拜做礼拜声拢会出来啊。迄个声看袂到，要安怎处理？后来有一个长老讲，假使咱厦门的中会欢喜互我即个权柄。佮即间教会欢喜互我迄个权柄，我要来处理。当然有人处理比无较好啊，好啊，议长就稳准伊。即个是一个长老，伊真正迄个礼拜日就去迄个教会做礼拜。当去迄个教会做礼拜时，迄个声拢讲道去出来，是安怎？即间教会的牧师会去提起迄个代志，伊家己有感觉到。这毋是出上帝对上帝来，那对伫圣神是带来和谐、和睦，互人感觉心平安，毋是艰苦心的。
只有这种伫教会搅扰的，这一定是出自恶者。所以当这个长老迄礼拜去到伫迄间教会的时，伊就伫迄个所在，真正牧师咧讲道的时，这个声就开始搁咧指责在座啦，包括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逐个长老、执事，因兜啥物看不见的遐个问题，伊拢有法度讲出来，太准了。但是是搅扰，带来教会的混乱，人下底黑暗啊名声出去，外面真侪人伫遐搅扰的声、攻击的声，讲教会是咧创啥。所以迄个长老听到迄个声的时阵，爬起来，迄个声伫迄个厝顶尾，毋是咱即种的厝顶，咱迄种古早的。我奉主耶稣的名，命令你，你是啥人？迄个声音讲。无得记住耶和华上帝你的名，用圣经讲话啊！无得记住耶和华上帝你的名。伊讲我命令你，你是啥？伊一直甲问，一直甲问，搁甲记，看声伫倒，伊就记。到尾迄个声一走来走去，伊就甲记，一直甲记，就飘咧，就走无去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教会就平安了。教会的人若无真心做礼拜，搁较水的教会，问题嘛是一堆啊。魔鬼嘛欢喜来到伫即个所在，踮中间甲你搅扰。我即礼拜有够艰苦心，我得到一个消息，讲伊有一天听我讲道，听我讲一句话，我讲遐尔啊粗鲁的话，我根本都无可能讲。但是伊讲，伊听我讲几啊遍，迄落话我绝对无可能讲。但是伊咧讲，我无否定，因为伊讲伊有听到啊，我无否定啊。但是我若想到迄，我心就足艰苦。我想到迄，讲袂出来艰苦。我知影我无可能讲迄落话，但是伊是安怎会听到？别人拢无听到，伊是安怎听到？迄间教会我已经听足侪会友讲。牧师，我去迄间教会，我心拢无平安。牧师，我迄间教会某一个所在，我拢毋敢去。牧师，我去迄间教会，我有看到迄黑暗的所在。我已经有听足侪人讲，所以我想讲，我若有机会去，我得爱先去扫一遍啊！我逐位拢爱去宣告，我爱去祈祷。做礼拜的人。坐伫即个所在，若无真心用敬虔的心咧敬畏上帝时，魔鬼无要惊你啊！伫教会的服侍、例行公事，看起来我足热心，但是我常常咧批评论断。看起来我伫教会跳来跳去，但是我拢咧作秀。魔鬼较会惊你啦！伊知影你毋是真心咧敬拜上帝，是安怎会？伊就爱惊你。今仔日教会毋是大间小间，乃是坐伫真内底的人，伊真正有用圣洁的心咧敬拜上帝无？伊若无真心敬拜上帝，当然你有软弱，但是你若甲上帝看做第一，上帝有缘会赦免。总是你若袂当真心伫即个所在敬拜时，魔鬼伊有缘坐踮遮，伫遐甲你搅扰。所以我开始改变，我家己反省，我伫上帝面前认罪。甲我讲迄个人，我无否定伊听到的，但是为着伊听即句伊艰苦心，我认罪，我伫伊的面前认罪。我相信我袂讲迄落话，但是迄是我甲上帝的关系。但是我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你赦免我，我做无够的，我即马开始爱改变。我为着我会准备工章，我来祈祷，敢若只有讲真理。当然，我过去就是安尼。我要紧拢为着家己祈祷，但是我爱为着教会来祈祷，互听的人无受搅扰，有上帝的保护遮看，无互黑暗的势力来搅扰信徒的心。我真要紧的，迫切我过去做无够的，就是爱伫即方面，为着家己所讲的是出自上帝以外。互听的人也要受到外来的蒙蔽。我爱圣德教会，我心足艰苦。我大概若惊
伫我大狗，逐下早啊对听见的时，逐下早啊伫大狗咧行的时，我就讲主啊赦免我。我干那顾家己讲道，我无替信徒的心祈祷。我逐工日暝，为着囡仔日要来，为着所要听的会友，我着安尼祈祷。我过去做无够，我求上帝怜悯赦免。主啊，会当来做礼拜，是安怎会当互上帝你的百姓来跋倒？我得罪主，所以我求上帝怜悯。上帝无用稳，遐个歹伫咱的中间，互咱受污染，因为着照耶和华上帝所命令你的，伫遮有赫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利人、亚布斯人，一尽拢要爱剿灭。18节讲啊足清楚，无得因假是恁。学一切可恶的事，而那个马拉西的犯罪这么大，是因学在地遐个偶像的敬拜。搁一方面，你若无剿灭，后来你的囝、你的后生嫁娶因的时，你也会受影响。所以规气拢剿灭。上帝剿灭因，是对以色列百姓的保护，互恁免受犯罪，互恁会当保持圣洁。总是因有缘无听，因甚至还阁留一寡人伫迄个中间，直到受影响。所以，咱要阁看今仔日的圣经在后来，伊受了到伫巴比伦的时，伫患难的时，伊即个马拉西伊就求叫耶和华伊的上帝，阁伫伊列祖的上帝的面前谦卑。伊遮尔歹的王，总是伊当受了到伫巴比伦的时，伊发觉伊所拜的遐个偶像无一个会救伊。伊迄个时阵想到伊老爸的信仰，伊去求救耶和华，只有上帝才是真神。所以13节讲，伊祈求的时，上帝就颁赞，伊就听伊的祈祷。毋若安尼受了到伫巴比伦，搁一届搁互伊倒来到伫耶路撒冷，搁重新坐伫国位的中间。马来西迄个时阵，伊才知影是耶和华上帝，伊是真正独一真的上帝。圣经的后壁14节以后，就看见伊开始改变，伊所有的迄个山头洞啊，拢毁掉，重新起造上帝的祭坛。上帝会留机会互咱。今仔日伊透过礼拜日的聚会。伫遮来提醒你，爱敬畏上帝。上帝透过圣经伫迄个所在，甲你提醒，爱敬畏上帝。咱来做礼拜，有真心吗？你若是真心，你会要紧将所听的记伫心内，行伫上帝你的道路的中间。当你若知影迄项你毋对的事，你反悔认罪，上帝一定会听。我最近看足济伫迄个网络的见证，特别咱看见伫迄个伊斯兰教还是穆斯林，即马有的人有像马来西亚还是阿尔及利亚，因拢一天50-60个人咧信耶稣，迄拢是穆斯林，是安怎因一直转变咧信耶稣？特别我咧看即个故事，我要来甲咱小可简单讲，有机会你还家己去看。这是一个就是迄个宣教师就是一个迄个神父，伊甲27个迄个叙利亚啊，因有迄个这是叙利亚的国家，有恐怖分子伫迄个所在要甲因杀。原来这个神父已经甲27个，就是拢作有27个，因伫迄个秘密的地基，伫迄个所在咧敬拜上帝。后来有一个哈桑，伊是一个因老爸是是伊玛目吼，就是伫迄个清真寺做领袖，我即句话是主持就对啦，会囝。所以因对细汉，伊对伫迄个可兰经，因已经足熟的。啊，伊是因为伊伫迄个16岁的时，啊，伊伫迄个病院
咧做咧做工课，但是叙利亚内战的时，足侪死伤，逐工拢有带迄落死伤的人，也是讲破病重伤的人，送到伫病院的中间，有老人有囡仔，逐种人拢有。伊咧想讲，阿拉真主啊，你伫倒位是安怎，互阮的国家会拄着遮尔灾难？有一天因为拢无医药，因为内战拢无医药，所以伊就去找。到尾行到伫足偏僻的所在，有一间教会已经拍远，就是炸弹嘛有炸过就对啦，有毁坏过。但是伊入去的是看一个神父伫迄个所在，其实伊是伫遐咧敲看有药啊无，通啊来帮助遐受伤的人。结果伊看到神父的时，伊讲：啊，你的上帝伫倒落？神父甲伊应讲：伫有疼的人的心中。然后伊就招伊去地下室的所在。去迄个所在啉茶，看见遐有一群的人，伫遐为一束仔饼、一束仔水，伫迄个所在相甲分享。神父伫遐甲伊介绍耶稣，嘛甲伊介绍耶稣为咱定十字架，甚至国外的故事。这个人伊好奇，伊就开始去参加，逐日拢去参加因地下的聚会。参加了后，伊就去看圣经。伊看圣经，毋是要信耶稣，看圣经是要甲因辩论。无拍算，伊圣经看的是伊信仰煞改变，后来伫遐洗礼，伊的爸母知影非常的生气。后来伫迄个地方有真济有武装、迄攻击拿武器的人，迄个伊斯兰遐个信仰的人，要来掠遮个基督徒，所以神父就暗时带遮个因拢总28个人，像要牵线到伫边界的边啊，遐个较偏僻的城市去避伫迄个所在，来继续伫迄个所在。基督徒要秘踮遐，无拍算，等于暗时行到要到目的地的时，对树那走一群的迄个攻击的人，遐个武装带武器的人出来，要来攻击因，然后就甲因带到伫迄个山谷较平的所在，然后遐已经有几台卡车伫遐，有几个野青的人伫迄个所在，然后一个指挥官落来，命令因逐个人拢跪到伫迄个所在。当伊命令到伫迄个所在的时，叫因拢跪的，准备要庆杀。迄个神父开始吟诗，28个跪的人，一个开始吟诗，有的祈祷，有的开始吟诗。当然因有的足惊呀，但是因开始吟诗。然后这个指挥官甲因讲，要准备要拍枪的时，神父爬起来讲：敢会当互阮2分钟，互阮三甲来祈祷。伊讲好啊，恁的上帝伫倒位？伊讲上帝伫遮，好啊！看恁的上帝外高啊，恁去祈祷啊。结果伊咧祈，因为着遮个迷失的人，后壁遮个迷失的人祈祷，遐个人开始有人流目屎。因嘛为着因的灵魂交互上帝来祈祷，因准备因要死啊。当因开始指挥官要叫因拍枪的时，伊发觉遐个后壁的人，逐个人敢若拢有人甲逼伊跪咧，跪踮涂骹。所有的人拢跪落的时，这个指挥官看到换伊要拍枪，结果伊嘛向压咧，硬逼伊，看会出是互逼咧跪咧。后来伫遐伊挣扎，伊嘛想讲伊要扣扳机，但是伊无法度啦，迄枪拢敢若无法度，啊有诶拢落落去，连伊家己诶枪落落去，连伊诶迄个头套，因逐个拢有头套嘛拢落去。较知影讲，即个卡里姆，伊是一个足少年诶少年家啊，然后。伫迄个山谷的中间，敢若有千百只啊，迄个过来千只的迄个马车安尼，迄咧走安尼，迄土粉拢压起来了后，因阵你看伫天空的所在，迄个天空的所在开始有影走出来，原来一片的天色，围围伫遮的四周围的中间，特别是遮28个基督徒的中间，因。后壁遐个武器的人，伊拢无法度顶当。简单讲，就是后来有留7个，其他的人因就无法度，因为扳机拢扣不动，因就先走啊。但是包括迄个指挥官，拢总有7个留伫迄个所在，归往耶稣基督。然后，这个身份有机会遐，恁较家看，因为我足简单带过。迄个神父讲，即个所在无完全，因就无去边境迄个所在，因就伫迄个山谷的中间找一间
已经看到一间教会，迄间教会已经趴远啊啦，因为战争的关系嘛，准趴远，伊就秘伫迄个所在。总是因伫迄个要受枪杀的所在，遐个消息，看到天使的消息已经拢传出去，所以逐工拢有人搬山过岭来到伫即个修道院的所在。伫即个修道院的所在，因伫遐来了解，甚至有的人失去家庭，因为战争死了剩伊，所以心艰苦，拢来到伫迄个所在找平安。神父甲遐个人做见证，传福音，甲因讲天使安怎保护伊。所以迄个消息，逐工都拢有新的人修道院，拢全人都一直来。到伫第17个中间，忽然有一个老伙，规身躯老伙的人走来，迄个是一个基督徒，住伫附近的迄个庄舍，就来到伫迄个所在，讲过3日后，有迄个伊斯兰教迄个极端的攻击者要来攻击恁，要来毁迄个修道院。啊，这个人吼一直讲，恁着爱逃走，恁着爱逃走。后来神父甲迄7个洗礼，迄7个教会有洗礼吼，迄个本来要攻击因的这个武装的人，因有7个洗礼，佮原来28个，就甲因一下参详了后讲，咱无要走，因为逐工拢有新的信主的人，咱若走，遮个人会跋倒，咱甘愿留踮遮。继续逐工3解祈祷，分享上帝的话。到伫第3日暗时的时，20台卡车，搁较济个人，武器有迄个大炮，拢炸来，准备要来炮，要拍倒伫迄个修道院的中间。结果因就讲：恁出来投降。这个神父讲：阮是和平的人，阮无武器。但是遐个人无咧听伊的话，佮甲因起笑。恁准备要死啊！所以就开始拍枪，有一寡枪仔壁受毁坏。总是10分钟了后，因就感觉真奇怪，是安怎规个拢改变？然后因就探出去看，因看的时，看见遐天顶拢有一粒足济光啦，一点，对四面八方哪来哪济。然后遐个人就举枪开始对伫天空伫迄个所在甲因射，敢若拢射空气共款。后来遐形体出来，就是规片的光阵，真做一个大光。迄个大光照伫迄个修道院的中间阵，对修道院射出来，对窗仔射出来，对足济窗仔门嘛，因咧修道院足济窗仔门射出来，对伫迄个内底的祭坛内底射出来，甚至迄个大门拢射出来，迄个光拢对遐射出来，遐人拢看见，遐个人敢若亲像有去互人施法共款，拢袂叮当，阵拢徛在拢袂叮当。然后一个声甲伊讲：“这是上帝的祭坛，这个所在，上帝徛起伫这个所在。”因走入去内底，看到圣殿的祭坛时，看到一个足光的天使伫迄个中间。迄个天使甲因讲：“你毋免惊，这块地是属上帝的，上帝已经得胜了，你毋免惊。”然后遮个人，简单讲，就是后来遮要攻击伊的人，有50个人，武器放落去，其中有32个嘛正做基督徒，伫遐归恩主。然后这个消息传过，佮比以前头一摆天使出现的佮较大。对伫迄个叙利亚，因也听到这个消息，足济个所在，迄个国家拢传出去，约旦遐个消息拢传出去，所以逐工佮较济人搬山过岭来到伫这个修道院的中间。这个头一摆迄个要攻击的迄个指挥官卡里姆，真做一个足有力的讲道者。伊讲：我过去甲恁共款，我杀死偌济人，我5年来我17岁受调去真做这个极端组织的这个杀人犯，我杀偌济人，总是我怎样拄着上帝，我性命改变。伊开始讲道，足济人感动，足济人拢来信耶稣，逐工拢搬山过岭来信耶稣。甚至原来这28个，因嘛继续讲因家己的性命的故事。逐工信主的人拢一直加添，1000外人，过了1000人，10万人。有一天，对伫大马士革有一个伊斯兰的一个学者来，
这个学者是受人足尊重的一个学者，因为伊的册专门咧写伊斯兰的迄个穆斯林因的信仰，影响足侪人。伊是伫伊斯兰是奉足尊重、足出名一个尊贵的人物。伊来到遐，伊讲：我毋是要来责备恁，我是要来了解恁看天赛是怎样。结果伫听着见证的中间，伊伫遐足挣扎的中间，伊也将做基督徒。所以大马士革遐极端的人非常的受气，讲今仔日来，毋若要互即个人死，伊也要互迄个整个的迄个受到伊的人，即全部的人拢死了了。第二遍天使出现的是已经有80人，即摆是佫接佫较侪人。所以当因开始大炮，迄个开始枪支拍落的时，虽然有一寡墙仔壁受毁坏，因听到枪支的声，因拢规个开始一直祈祷。然后开忽然，遐个炮声停去，因准爬起来看，看到一个人举足大支的大炮要即个修道院，或者的人拢死的时，无拍算，即个人煞准去互拍倒了。然后，即个神父伊就出去，伊讲：阮拢无入去哦，恁请恁来，恁做你来，阮遮是一个和平的所在。然后因就开始看见，伫迄个天顶的中间，敢若亲像对四面八方吼有足侪迄芳的声，迄个喊叫啊，吼的声，迄个芳咧飞的声，哪来哪济，总看见伫迄个修道院规个天使，规片的天使伫迄个中间。后来遮的人，搁一大群来信耶稣，后来拢无受毁灭，甚至福音开始摊开。这个卡尼姆成做一个传道者，四过讲道理。原来的神父，后来过无偌久，到第3届时，伊就过身啊。因为伊伫破病，为着遮咧走总破病真严重的时，为着第2届天使出现，伊阵好起来。总是到第3摆咧，伊就准安息离开世间。福音开始传，迄内底有姊妹开始咧关心遐孤儿寡妇。伫侪人咧信耶稣有纷争的中间的时，遐有较长辈的人，因就专门咧处理遐个代志。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角色，伫迄个所在咧传福音。我看见即个见证，毋是干那伊尔，佮包括咱最近日本的首相石破茂，伊做首相无几礼拜，伊就失职啊。因为伊公开，日本无人敢呢，因的天皇是神呢，无人敢公开讲信仰。而咱去选着一个基督徒。伊讲信仰的代志，伊甚至公开去教会做礼拜。记者伊甲翕相，伊压力足大。后来伊阵家己辞职，有人咧踢笑，基督徒徛无偌久，结果无拍算，因为伊的辞职，即个信仰阵公开起来，伫日本足侪人阵开始去遐咧了解，啥物会是基督教。所以咱看见真伫印尼，因的基督徒。印尼是全世界穆斯林上济，但是因真已经有10%，咱台湾敢有10%？有可能啦。伫最近这几年，有足侪人信耶稣，佮有小组，有真侪人信，佮有迄个信徒小组，有较侪人。印尼也好，也是迄个埃及，已经有10%的人信主。遮个人穆斯林，甚至伫迄个伊朗，300万人正做基督徒，拢反教。搁较济，咱知影真有足济像阿尔及利亚、约旦、伊拉克、孟加拉、伊朗、沙烏阿拉伯、搁马来西亚、巴基斯坦、埃及、印尼，这拢是一个足济迄个回教的人。咱知影回教因是全国家拢信主呢，99%呢，因出世就爱正做回教的人。因袂使反教，因要反教就爱去法院讲我要反教，但是拢失败啦，因的国家无用阮去反教。所以，因要信主的是，因足侪人是偷偷去信主的。总是咱看见，最近50-60个，全世界几百个，一直咧信主，一直咧加天，是安怎安尼？我的心咧想，我逐摆来听这个见证，我感觉上帝足急的，因为伊爱人得救，伊无爱一个灭亡。所以我感觉上帝足急的，这个
伊斯兰教因的信主的，除了有遮个传福音的以外，因受压迫、受要枪杀的是天使出现，足侪人拢死无去的是福音安尼传开以外，有的是伫咧困的时，耶稣家己去找伊，讲我是耶稣基督替你死，是安尼来信主的呢。偌侪人是安尼来信主的，甚至因知影伫耶稣真正有平安，因为你知影伊斯兰教因是万分的一个宗教。因甲因无共款信仰的，因就开始想办法要互你死。因来信耶稣的时，较知影讲有疼，伫主的内底有平安，因经历平安。当因经历到的时，因无圣经，因参加地下教会，因冒生命的危险，为着要去读圣经，因甘愿冒生命的危险。咱想到今仔日，咱的信仰遮尔自由。咱会当，人拜托你来教会做礼拜，你会当足自由的，人用听，甲你扶持、安慰、鼓励。咱阁无要把握这个信仰的时，真正咱足伤上帝的心。所以，咱看见马拉西，其实咱咧讲这个足歹的王，你看咱的基督徒，偌济人嘛有马拉西的影。有的人讲礼拜日生理上好。叫袂来，我捌去叫袂来。伊讲我礼拜日生理上好，我真做礼拜日。有的老母为着囝要读好的学校，所有的补习拢甲备办变，互伊礼拜日无法度来读主日学来聚会，拢排甲满。为着一时世间的好处，放弃信仰。伊心底有上帝啦，但是感觉迄个较重要。我发觉基督徒足侪人拢有马拉西的淡薄的影，总是透过人对咱的关心、对你的招呼，其实上帝拢亲像先知咧，甲你提醒，咱就听。你若无把握，有一天上帝有愿会甲你吐出去，有好的机会，遐尔自由的信仰，咱会无要来敬拜。咱看见。遮个迄个伊斯兰教伫50个国家，还搁咧拄着压迫的中间，因冒性命的危险，去迄个世间家庭伫地下室伫冬林咧做礼拜，圣神做工，信仰一直摊开。咱看见伫欧洲大间教会足水的，无法度引带人，所以教会毋是大间甲小间，是在伫咱。求上帝帮咱看重咱的信仰，逐礼拜。透过信息也好，透过讲道也好，透过咱的迄个圣经也好，真正认真追求，用圣洁的心，跟对耶稣基督。咱有这种自由，咱都爱把握。咱无损失啊！你真对耶稣基督，伫现世的中间，常常有伊的祝福带领引带；伫来世的中间，有永远的活命。有这种的祝福，逐工来礼拜，逐礼拜来做礼拜。其实还是得到真济的福气，无损失啊！一点钟、2点钟无了，所得到的是比你灭亡搁较价值。三甲来祈祷。阿爸班长，阮看重甲你的关系，因为你真正无爱阮一个失败。无论阮过去偌歹，阮犯罪，阮得失伫你，阮失败，求主你怜悯赦免，主你一直留机会互阮。你透过教会三厅的兄弟姊妹，一摆一摆来提醒，你嘛透过即马电视有真济的见证，网络的见证来甲阮提醒。帮助阮认真去听，认真去看，也你会光照阮的心，互阮知影得爱把握机会，认真敬畏你，一世人跟对你，行伫你受祝福的道路。阮毋是为着福气要敬拜主，乃是因为你听，阮回应你的听。主帮助阮的中文教会，
阮咧超找的牧师，是用真理伫讲台顶来带阮认捌上帝，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来听兄弟姊妹，也透过安尼兄弟姊妹也活出上帝你的形象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帮赞，互中文教会徛起伫即个所在，是真正活出有生命香味甲影响力的教会。毋但祝福伫中文，祝福伫中文教会过来的信仰起造建立以外，也帮赞台湾即块土地有上帝你的保守，各教会徛起伫无共款的所在，做助力的光灯，互失迷失丧的灵魂会搁较加添，保守阮的台湾即块土地所有的基督徒，做局长的、做议员的、做委员的、立法委员的，尽基督徒的角色本分来祝福即块土地，常常为即块土地来祈祷。伫即个真危险紧张的四周围的中间，阮因为我靠主，阮要看见台湾悠远头前的道路，充满了你奇妙的带领甲祝福。今仔日，阮伫即块土地享受真好的医疗，阮有真好的科技，阮嘛看见人的人情味，这是真好伫基本的教育的中间所得到的效果。总是基督徒的信仰带来影响，或者的委员基督徒会当有好的政策，教会的基督徒有好的生命行为，来影响整个的社会，互即块土地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土地。阮所期待的，就是阮会当平安往头前的道路来跑走。祝福中文教会头前的道路，是真正大荣耀的教会，成做四周围的光灯，引出失迷失丧的灵魂来到你的面前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